现在看关小梅咧闹热，嘛传出未少意外消息。亲像伫咧台南的鹿耳门圣母庙，昨放烟火，放到最后一场时，有3个民众去碰到伤。另外，伫咧婚礼的北港朝天宫，半暝咧绕境时，嘛有一条巷仔底茶厝啊，熊熊大火烧。这敢是放炮去碰到的，详细过来调查。伫这个细条巷仔内底，一间茶器的厝熊熊大火，火愈烧愈大。民众看到了后，赶紧敲门通知附近的住户撤离，也赶紧把水管拍开，想要来拍火。火苗窜起，我们就下来拉水管。隔壁的打给我妈妈，我妈妈今天早上打电话叫我来看一下。两扇老悬的厝大火烧了后，已经要倒啊！消防人员早起转来到现场来调查，因为这间厝已经20多年无人住。因为云林北港朝天宫伫元宵暝举办平安绕境活动，半暝晚1点的时阵，神救队伍经过时阵，这间厝就烧起来啊！也炭烧到隔壁户，是不是因为放炮啊引发的，也是其他原因？就医院爱调查。结果原因还要等我们火调人员勘查确定才会知道。另外，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伫元宵暝放上万发的高空烟火，吸引70万人次来看，不过也发生意外。伫放最后一场烟火时阵，有3个人受伤。看到民众翕到这条阿某炸着伤，加相片放伫网络，讲实在真恐怖。最后几门的时候，其中一门就是他可能没有推上去，然后推到一半就掉下来，然后掉下来在底下爆了，现场就挂彩了啊。庙市方面发声明讲，放烟火进前经过失败检查，拢符合规定。其中一粒烟火落来时阵才爆破，落伫原定落来所在大约15公尺外的所在，造成观赏民众受伤。庙市方面感觉真实的真袂得过，已经去慰问伤者。未来规划扩大烟火落来所在，并且实施更加严格的维安管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